大家好，我哋係 JJM，歡迎嚟到呢個頻道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我喺珠海金灣買樓準備退休生活嘅經歷。同好多香港打工仔一樣，我哋都希望可以提早退休，但香港生活成本高，大家都會擔心退休後夠唔夠錢使。近年大陸生活環境改善咗好多，成本又相對低，利用返香港同大陸嘅收入差距，加上地理優勢，如果退休搬返大陸住，提早退休就唔再係夢想。最初我哋係去中山睇樓，都係俾樓價平吸引咗。不過睇完幾個樓盤，發現位置同生活環境同預期有落差。市區石岐樓價又唔算平，距離香港亦遠啲。之後返珠海住一晚，發現城市環境同中山好唔同。行過地產鋪，見到樓價冇想象中咁貴。討論過之後，我哋決定再返嚟睇下珠海樓盤。珠海好多區域我哋都去過，包括香洲、唐家灣、十字門、南屏、斗門等等。最後揀咗金灣航空新城 C 片區，因為人口密度低，交通方便。去香洲市區大概半個鐘，公共服務已經齊全，醫療、商場、餐飲都有，生活環境好，樓盤唔密集唔高，冇壓迫感。屋企望出去係海景、河景、公園，樓價比唐家灣同十字門平，配套又唔差，正好符合我哋退休追求舒適放鬆嘅心態。我哋買嘅小區唔大，座數少，人少啲，自然比較寧靜。單位設計好合心意，入戶花園增加私隱度，客廳同房間夠大，仲有2個露台，光線充足。我最鍾意坐喺大露台，可以望住景色，飲杯咖啡，享受陽光。退休唔只係休息，而係享受生活。金灣有公園、海岸線、社區中心，日常生活好方便。航空新城係新規劃嘅區域，行人路同馬路都好闊落，落大雨又唔會水浸。醫療資源唔錯，附近有社區醫院同診所，令我哋覺得安心。航空新城生活成本同中山差唔多，但環境同配套更好。不過樓價比中山高，大家要多方面考慮。我揀樓時會特別留意人口密度、生活配套、醫療資源同社區氛圍，唔會特別關注會所同泳池呢類設施。退休生活唔一定要豪華，但要舒服安心。仲有一個 tips， 裝修唔好只找 YouTube， 上面目標香港客人嘅公司，佢哋收費通常高好多。試下找返本地嘅裝修設計公司，價錢會令你有驚喜。金灣航空新城俾我安心同期待，呢度會係我退休新生活嘅開始。如果你都考慮中山或者珠海置業，或者有自己嘅睇法，記得喺評論區留言同我分享。如果鍾意我嘅分享，記得幫手讚好同訂閱頻道，仲可以開啟小鈴鐺，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嘅影片。下集仲有更多驚喜，千祈唔好錯過。